来看英国的消息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灵柩停放伫爱丁堡圣吉尔斯大教堂，为这个荷里路德宫到圣吉尔斯大教堂一路上，国王查尔斯三世呢，带小弟兄嘛用行的陪女王行这逝。尾仔是女王的囡仔，包括这个查尔斯三世、安妮公主、安德鲁王子甲爱德华王子，遵循传统的古礼。 为女王守夜10分钟，说来和民众哀悼了后，女王的灵柩将会驶到伦敦。尤其是带头，女王的棺材一路为荷里路德宫移送到圣吉尔斯大教堂，民众上街路护送。女王生后生一个查囝，对伫咧灵车后行完1.1公里的路。 All my life, I heard about this amazing woman. I'm not from here, I'm from far away from here, but for me, it's not just your queen, it's my queen as well. Oh yeah, I love the queen, like always have. I was really upset when she died. 女王的棺木看皇家旗啊含花裤，这张苏格兰王冠尾仔埋放伫咧棺材内底。 Time to weep and a time to laugh, a time to mourn and a time to dance. 圣吉尔斯大教堂内底，悼念者用当地音乐、语言、唱歌，场面真庄严。国王查尔斯遵照传统替女王守楣，伊换穿苏格兰裙，含小弟小妹爱德华王子、安德鲁王子，含头一个参加守楣女性安妮公主，徛踮伫咧棺材边啊，徛10分钟来怀念妈妈一生。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，教堂路口超有2万的民众听候几点钟，等到仪式结束，就排队要去教堂内底，甲女王致敬。棺材继续放伫咧大教堂，放到当地时间13号下晡，尾仔空运载到伦敦，刷到白金汉宫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